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位于云林水南乡的龙宝殿，是全台湾唯一一间奉祀着项羽的庙寺。这个庙内有真侪云林县的书法大师的墨宝，写着有关项羽相关的诗词甲故事。每一年农历的10月12日，也就是昨，是这个项羽元帅圣诞，真侪乡亲到场参拜，热烈滚滚。 一透早，水南乡龙宝殿就热热滚滚，因为当年农历10月12日就是龙宝殿项羽的圣诞，会使讲是地方的圣事。那么一向呢，咱拢爱去过大陆吼，遐较会当参拜会到啦吼，有咱的主流委员啦吼，因会当讲非常的有心吼，咱建庙嘛40几档去年呢咱嘛有来啦吼，真正感觉吼，咱项羽元帅呢，甲伊的夫人呢，咱讲是非常的灵感。 龙宝殿拜主神是项羽，是300多年前自中国江苏来台湾，而且伫民国69年起庙变做地方的信仰，嘛是全台唯一一间拜项羽的庙。除了环保炮车，阁有真块庙埕建到云林县书法大师的墨宝，有写有关项羽的诗，阁有诗和故事，会使讲是人文和环保兼具的庙。 咱伫庙内做侪咱书法名家他所书写的那个书法墨宝，有关项羽所有的诗词歌赋都有在里面，还有很多成语典故的故事。那另外呢，咱嘛是一个环保的庙宇吼，咱所有庙内所有旧庙拢用 LED 灯，所以个咱今年嘛添购一台环保炮车吼。相传龙宝殿的主神项羽真灵舍。 庙方嘛，定定到中国的项羽庙做文化交流，真侪人会来祈求家庭佮翁仔某和乐，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。欢迎大家来到水南，嘛会使来行一逝。